担任5届永康市代表2届议员的林养义，政治经历已经29年，因为将交棒给后生，卸任来最后一摆总日巡，以点名所以及主管，伊讲为了争取地方建设，有当时讲话有较大细声，希望体谅。这款良好的互动加彼此尊重的文静风格，互气氛相当和谐。当然，会中针对永平街等路边改善、永康铁路地下化的加速推动，以及新设永康篮球场等建设，也是一一对中。对此，市长针对路边加篮球场的部分，嘛当中答应一定会做。这个是局长，你来看一下，公务局长啊，简单好啦。这伫阮永康探索公园、永平街。探索公园迄个樱华路遐嘛。永平街伫马市的。哦，这最近就去勘察过了，啊，确实无好，所以我嘛，我讲你听啦，逐公所讲无钱啦，逐恁讲无钱啦，恁有若是老回答讲议员，你做足济啊？我做哪做足济啦？我是有做包厢呢。这有决定要这个改善，这有这哦，迄个当我呢？你著讲上尾一遍接顺哦，其实嘛袂当失你的礼啦，哦，我用我第二预备金先来优先来处理。用你的西车啦，吼，好，感谢。是啦，这是要第二预备金是要救命的啦。哦，譬如讲天灾地变是要来救的，你也即摆先来处理。永康因为交通加生活优势，人口持续进驻，目前24万人口已经是台南上济。所以议员林养义强调，本色的处理加焚化炉臭味的污染，一定要彻底改善，并呼吁牛城做会到，就来做好地方。会后嘛，甲市长等以及主管协商，留下毕业商场面维宪。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